橫琴華發商都迎來餐飲新地標，由5位澳門青年蕭日生、譚航宇、黃漢文、梁子成、彭傑共同創立的蘇蘇小賴 Social Slices 粵法融合餐酒吧，於6月1日隆重開業。5位創辦人分享創業歷程時表示，以越南風情與法式優雅創新融合，創設蘇蘇小賴，為琴澳食客帶來味蕾驚喜，搭建起承載多元文化與社交樂趣的平台。在空間設計、主題活動策劃上，團隊充分融入年輕元素，致力打造成為年輕人放鬆身心、拓展社交的熱門打卡地。蘇蘇小賴精準聚焦20、45歲都市年輕群體，以情緒療癒空間為定位，白天供應地道越南河粉等特色美食，夜晚化身為 Live 音樂酒館，推出法越融合創意料理，透過年輕化空間設計及主題活動，打造美食加、社交加、娛樂複合場景，致力成為橫琴熱門打卡聚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二包道梁宏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彭宏軒。Hello， 我是騰訊音樂人羅俊瑞。祝賀蘇蘇小賴開業大吉，下次雲來可以慢啲，恭喜恭喜！恭喜 Simon 還有 Kit 的新店蘇蘇小賴開業啦！祝福開業大吉，生意興隆，高朋滿座。在這裡祝蘇蘇小賴開業大吉，生意興隆，客似雲來。Simon 哥日進斗金啊，分我一點。恭喜 Simon， 恭喜蘇蘇小賴開業大吉，生意興隆，希望你哋可以長做長有。恭喜晒蘇蘇小賴新店開張啊！恭喜埋 Simon 啊，生意興隆，客似雲來，開工大吉。